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是办理土地复账，那一般的建物测量。那后来因为现在担任股长，所以大部分是处理民众一些争议或陈情的案件，我们会到现场去替民众来解答一些问题。电器那个自来水跟那个我们一些无自来水那个服务，跟还有其他一项是那个公共事业业务的协调，主要负责办理我们再生能源业务的推动的一个工作。外业人员呢最辛苦，但外面风吹日晒，这个地方不在话下嘛。但是最辛苦还是在于说，有时候对于民众来讲，他产权上的维护，你很难做到两全其美。那因为有像间界测量，那我们现场定的界，那如果左边的民众觉得好，有时候右边就不会觉得好。那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跟民众的沟通协调。那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到比较圆满的状况，这个是最难的地方。我遇到挫折，第一个是会跟家人来做沟通，把自己的不要把自己那个烦闷的心情闷在心里。再来是针对工作上有遇到一些困难，可以跟长官来做请教，因为长官毕竟他有比较多的经验，可以来协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看怎么去协助来把那个一些工作比较障碍、一些困难的来做排除。生理部分，因为本身有在健身，我欢迎大家到健身房去运动，因为运动对身体很好。那另外就是心理层面，只要跟自己讲，对的事情你继续做就对了，其实不用太在意别人怎么说。台南模范，真心相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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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台南模范，真心相伴。耶！台南模范，真心相伴。台南模范，真心相伴。台南模范，真心相待。赞！台南模范，真心相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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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除了恭贺欣喜之外，更要恭喜我们地政局蔡文龙股长，从全国35万公务员中获得杰出贡献奖，全国只选出6名哦，显现中是精英中的精英，是我们的 Top Gun。另外，经济发展局郭坤柱科长获选行政院模范公务员，是台南市政府12000名公务员中举荐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除了这2位之外，另外也要恭喜今年度的13位台南市政府的模范公务人员，感谢他们对市政的敬业、付出以及努力。在这边，我们也要勉励所有的公务员，以得奖人为榜样，展现积极、创新、奉献的精神，提供市民更优质的服务。谢谢各位公务员。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长委托24号正式宣布，对今仔开始，为了避免防疫破口，不管是餐厅、小食店等，全部禁止伫店内用餐，只当外早。同时，经发局嘛表示，为了降低业者的冲击，将协助建立外送甲辅导电商平台，及该政策当时的杂志，将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公布为主。包括台北、新北、高雄等县市的餐厅等营业场所禁止店内用餐，只当外早的政策。上午市长吴伟霆伫防疫记者会中嘛表示，因为最近客在结果，业者伫店内用餐的防范做了并无好，惊成为防疫破口，所以正式宣布对24号开始，一律禁止店内用餐。我们除了希望说这段时间当然不要内用之外，我们协助商家来建制外送的体系，也就是说，我们会辅导他们来建立一些外送，包括接单包括这个送，除了外带之外，也希望能够建立外送体系，这样子让他们的这个生意这个受冲击。即便受冲击，能够降低这个冲击。会中市长嘛要求经济发展局协助业者建立外送服务，包括传统市场的新鲜蔬果，同款拢有直送的配套，来降低经济冲击。有鉴于其他县市，不管是台北、新北或其他县市
那么目前也都已经开始禁止内用。目前经过我们的访视其实大部分的餐厅大概70%都已经是外带，大概可能还有20%到30%是属于内用的部分。那从今天开始市场政策上已经宣布了，我们现在目前从今天开始我们针对于所有的这个餐厅小吃的部分呢，我们就包括我们的市场呢，这一律呢，我们就以外带为主，就禁止内用。那么在这部分里面呢，包括像我们现在的市场的部分我们目前也正在规划透过这些外送的平台的部分，让民众那么可以直接的下单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外送的服务。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我想我们也会鼓励业者那这个部分尽量采用一个外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另外我们在电商平台的部分，我目前也在规划，针对于这个台南市的我们各项商圈以及小吃的部分，未来在这个电商平台的部分，以及所谓的这个我们的外送的部分呢，希望能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协助。了解你无时间采买，或者是无方便出门，市府表示，目前5个公有市场拢有相关挂衫服务。一旦业者违规，甲无挂催案共款，将处以3000到15000块不等的罚款。该政策的查缉期限将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为主。台南新闻顾问及张硕维采访报道。环保局表示，对5月19号全国将疫情升为3级开始，就马上进行全市的大消毒。到23号已经全部完成第一摆消毒作业，包括确诊者的卡车等58张厝，请民众放心。同时嘛，再次提醒民众出外到本色一定要挂催安，对24号开始将全市开闸。对19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全国进入3级警戒以后，其中每天就宣布台南将实施全市大消毒等3大作为，一直到24号，台南东园37区公所甲环保职工，除了交通人潮的热区、客运、火车站周边以及公有市场、学校，特别是58处确诊者的卡车，拢做过消毒。环保局长强调，全市伫5天内已经完成全市的大消毒，请民众放心。我们全市大清消自从上个礼拜宣布以后，一直都在进行。那在台南市不仅是动员我们环保局的同仁，而且还动员公所，还有这个环保志工一起来协助，这样子的话才可能做到比较周延。因为你光是让我们清洁队员平常在收集垃圾，做一些该做的定点清消，还有包括疫情清消的部分，已经工作非常繁重了。再做一个所谓全市大清消这种普消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志工朋友来帮忙。那跟各位报告，我们清消所用的那个杯桶跟喷雾剂那个不需要执照，做登革热的喷洒、药剂的喷洒才需要执照那个清消次氯酸水或者消毒水那个不需要执照，所以说我们可以做这个动作的人相对的还 OK。昨天晚上全市呢主要的祭点都消毒一遍，包括呢交通场站，包括人潮聚集的地方，包括公家机关跟学校，然后还有大型的公园。另外呢市场处的162个市场的内部呢也做了消毒，然后民政局这边也协助邻里公园跟活动中心跟庙宇的部分也都消毒。也就是说，在5天不到的时间呢，我们把全市的这个消毒工作呢都一次完成。那当然，针对确诊者足迹的部分呢，我们有58个场次。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都是戒慎恐惧，那同仁呢也尽心尽力把这个部分把它做好。另外，会中卫生局表示，因为疫情紧张，筛检的需求对咧增加，所以主席基金会答应捐赠台南市政府2组的做核实筛检站，除了增加台南市筛检率，嘛因为内部配备冷气，大减少执行筛检的医术人员穿防护衫所产生的无爽快。据了解，到24号为止，大台南将16位筛检站的设立。台南新闻顾问及张硕维采访报道。
因应行业专台启动线顶学习，毋过嘛造成网络大塞车。经过第一个礼拜混乱，现在也传出老师的工作加重，网络教学的时数拍侪等等。副议员刘伟英要求市府改善，对此教育局回应会依照状况随时来检讨，而且教学的时数会全部抵扣。5月19专台启动线顶学习，除了资源较充沛的都会区，设备较无问题，一寡偏乡或者是隔代教育，因为设备较欠缺，莫讲厝内无设备，甚至连网络嘛无。对此，议员刘伟英希望市府会用改善。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小朋友都有所谓的平板的设备。那学校虽然会提供，不过我们发现它提供的设备相对上是比较老旧的，它在速度上可能比较不够。而且再者，除了平板以外，最重要的线上直播，它需要的是网路。那教育局只提供了这个几百份的线上的网卡其实它是不足以让所有台南市家里没有 WiFi 的小朋友去做使用。那教育局的做法就是丢一张这个4G 的填写卡，让他们家长直接去向电信业者去申请其实这样子相当不便。那即便以上2个都已经具足了，那由于同一时间大家这个挤上网去看线上直播，它在频宽的部分也导致了很多的抱怨。大概10个里面大概有4个觉得它的网速会 lag， 它会太慢，所以它会有以上的一个问题。对此，市府教育局回应，除了会进行滚动式的检讨，如果设备不足，会协助来更新或者是出借。网络部分有提供4G 的网卡。至于教师担心的远距教学，不但工作量无减少，等到增加，而且烦恼上课的时数会被拍折。对此，教育局嘛回应，时数会全部抵扣，请老师放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去年疫情，全国拢进入3级警戒，不过台南市会国民党团却接到不少民众认情，表示一寡空地或是无人管理停车场，时常驾驶无挂催暗，或者是假分配谈，需要求市府应该严格稽查。如果人力无够，嘛应该加派人力。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表示，挂催暗、勤洗手、减少无必要的外出，是面对这波疫情上好的方法。不过，党团副书记长李定国最近却接到不少的民众陈情，表示一寡店家或者是无人管理的停车场，有民众无挂催暗，甚至佫食薰。对此要求市府加强稽查。其实我们最近服务处其实也接到很多的反映的一些声音。服务处其实我们地管的，包括像我背后的这个停车场。那个本身就是好几个住户都把影片剪接，甚至传相片给我，包括里面可能就是很多人是躲在我们这个比较偏僻的角落，在里面抽香烟，也是都没戴口罩，甚至晚上的话，可能深更半夜还在那边，车子还是属于没有熄火状况，其实影响到附近很多店家的很多的他们的休息时间，包括我早上其实也在好多的沿线也是呼出检举的，很多的商家可能。做泡沫红茶的、做饮料的、做便当的，他们口罩都没有戴好、戴满，所以说导致现在许多的检举案件不断的，可能到1999，可能到每个议员的服务处，包括这边，其实我后面也看到，我们市政府也为了这次疫情，也特地成立一个联合的疫情的专案小组，但是我怀疑他们的能量够不够？这么多的检举案件，他们既然很多的检举案件到他那边可能摆了1个月、半个月。都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么大的量，他们瞬间接收。我也在呼吁我们市府的团队，你可能要再进行一些新的临时的任务编组。我们这个可能很多的检举达人，包括是
检举交通的、检举环保的，现在可能都转向，因为顾及自己的安全，他们可能需要检举未戴口罩，或是店家未戴口罩，这方面的安全突然升高，政府你有没有办法去承受？党团表示，市府成立联合疫情的稽查小组，目的是希望尽全力来防堵疫情的扩散。如果民众တင်情或者是投诉，市府无伫第一时间来处理，到底出伫什么问题？该党人力不足，就应该补人，避免沦为防疫的破口。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这波疫情，饭店甲餐饮业者大受冲击。不过，为伫盛怀南科赞美酒店，特别将日前婚宴备票促销食材做成澎湃料理，和送予第一线辛苦医护人员，替因加油打气，相当感谢。这一箱一箱内底总共500份，拢是饭店爱心制作的青草，由总经理郭哲福带领亲自送来台湾病院，要甲辛苦医护人员加油打气。其中吴伟霆嘛亲自到场见证，会长院长杨延光代表接受。南科赞美酒店它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跟爱心的企业界它来给我们充满爱心的部立台南医院的所有的医护人员一顿丰盛的佳肴。平常我们的医护人员都非常辛苦，大家都匆匆忙忙3口拼做2口，一下子就吃完，吃便当，吃很简单的这个午餐食那也顾不得营养或这个美味了。但是我们南科赞美酒店他们就很帮忙，一方面把他们许多精心大厨精心这个制作的餐点跟加油很豪华的这个美食澎湃的美食，一方面为了表示对我们医护人员的加油打气支持感谢之意，所以说就送来我们这个部立台南医院，让所有的这个辛苦的医护同仁都能有享用到一顿非常这个可以说好的这个餐食。那其实社会大众都是我们医护人员最大的后盾，我们不仅仅是同岛一命，也是同事一命。所有台南市的市民都支持我们所有医护人员。谢谢赞美酒店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支持跟美食我想我代表我们台南医院还有我们的新化婚宴，再次的感谢台南市民对我们的支持。那在各个防疫当中，我相信我们会更认真的把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做好。谢谢大家。根据了解，这波疫情，和原本婚宴的订单拢被票促销，所以饭店特别将预定好的顶级食材做成便当，感谢第一线守护市民健康的医护人员。上礼拜突然疫情期间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原本15号、16号，还有22号、23号这些的都是我们大日子，都是我们婚宴的大日子。那其实我们师傅在之前就已经将很多的顶级的食材都把它做好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把我们的婚宴菜色直接都把它带到我们的便当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的菜色里面有龙虾，有那个新鲜的国宴等级的算国宴等级的。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乌鱼子，我们将它再把它加工之后做成乌鱼子炒饭。那还有我们的大明虾跟我们的一些的棒腿的部分，所以我们将我们的婚宴就是蛮顶级的食材全部把它融合在里面。那汤的话就是我们的佛跳墙，对，然后让我们的医护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可以去补一下。那也刚好，因为毕竟这些菜营养跟美味兼备，是没错。餐饮伫饭店烹饪的角色相当要紧，受疫情的冲击，食材要浪费来做爱心，达到肯定。台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现在病以着健康员工照健康的病人为理念，特别规划50岁以上员工来接给质量的电脑断层加血癌筛检，相当大心。肺癌是国人死亡率第1的癌症。讲是国病1点都未过分，而死亡率为何会这么啊悬？原因就是发现了上晚，先带病照顾员工健康，规划50岁以上的员工低质量电脑断层肺癌筛检。全院总共有660人同意受检，607人完成检验，最后检查出有21人确诊肺癌，所幸发现了早，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肺癌目前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它的发生率、死亡率都是最高的，所以它是我们的国病。那这个国病对员工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四癌衰检里面并没有这个肺癌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医院的那个肺癌的治疗成果是非常好的，等一下我们会秀一些 data 在上面。所以基于这2个因素，所以我们会觉得员工可能做一个肺癌衰检，对员工来讲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衰检的总共600多个那个员工，那里面有差不多2.6% 是真的有肺癌的那个部分哦。那我们是将这些病人都是做了那个肺部的切除，那个肿瘤的切除，成果非常好，大概95% 左右是第1期的。只有一个病人是第3期的肺癌，需要做后续接受那个最佳的化学治疗，所以这一方面的成果是非常好，因为第1期的治愈率应该是将近100%。肺炎死亡率非常的高，关键就是敢有一早发现并介入治疗。而低质量电脑断层筛检肺炎，就是一项重要工具。新台病院外科部长曾尧玲指出，只要是50岁以上有食粉习惯，也则是家族内底有肺炎以及肺病个人事者，上好爱到病院进行相关的咨询评估，并安排检查。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30度到31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5月2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